ในห้องประชุมเนาะของคณะสดศาสตร์那现在我介绍一下我同事的那个彭赛老师，哎，对，还有那个我们的宋都老师，王山老师，这个是老挝当地的老师，还有一个邓墨老师。我们新的老师叫伊达吗？伊达老师，大家招呼一下。这个也是新老师，刚刚从中国读过7年的汉语，到了我们这留到我们这学校了啊。现在中国老师呢也有4位，我们也就是忘不了他们很多都对我们支持帮助。那个何老师都是中国公派老师的何老师，还有呢我们的郭老师，刘文霞老师，还有那个杨老师，这4位呢就是非常辛苦帮助我们的很多。就是编书大纲，那个教书大纲这个还有编书那个旅游书，还有那个帮我